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靖远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怎么突然失去法力了？应该是天书，他们应该找到天书了。刚才发光的东西应该就是天书，这个天书应该就在这个庄里面。走。怎么没有法力了？师傅，庄内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法术全都不能用了。原来埋天书之人还留了一手。哼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陪你玩到底。见到金宇跟小凡了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玉阳子不知施了什么法术，我们先找到他们再说吧。嗯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七星连珠，你没找到天书，被玉阳子先找到了。天书出现会出现禁法区，怎么不早说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定海庄的人又不会法术，看来天书还没被他们拿到。他知道我们在这山庄里，一旦得手，肯定会赶紧离开，以免再多生事端。而且禁法区还在，他肯定是被什么拦住了。我们还有可能。走。天书一出现，山庄之内全部禁法，想必是当年埋天书之人设下了禁制，为的是不想让人轻易的得到它。看来，只有定海庄的传人，才能利用定海珠，打开这个流星湖。那咱们还得去找司徒萧。司徒萧这个硬骨头，关了他整整7年，都没有交出定海珠，抓他干什么？我已经想好了。如果带不走天书，咱们就在这里催化血虫，利用定海珠，借助天书之力，驱动本门的太阴血阵，
将血虫之力重新融合，增强你我功力。赶紧吩咐下去。是。等等，山庄中还有不少身负修为之人，我们只要抓住其中的一个，就可以把其余的人吸引到这血阵之中，然后一次性吸干他们的血。必要。走。等等，你看看那些士兵的眼睛，是红色的。在于都的时候，那些中蛊的老百姓的眼睛也是红色的。如果他们能释放那种血虫的话，山庄周围的百姓可就危险了。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玉阳子，我不会让你拿到天书的。等我完成身体的转化，再得天书，易如反掌。等待12个时辰之后，就用你的生命来祭祀这血虫吧。原来你们想用兽神之血施以邪术，不过黑心老人和年老大的下场你都看到了吧？这也是你的下场。哦，是吗？还是先看看你们的下场吧。张小凡、林惊羽、青龙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！我知道你们都在庄内，明日午时之前，若不乖乖现身，就拿碧瑶的血来祭祀这太阴血阵。小凡，是你吗？还是我的梦？小凡，别过来，这是陷阱！小凡，小凡。青云弟子和魔教妖女之间
这般同生共死的深情，着实令人感动。小芬，珍惜所剩无几的时间，好好作伴吧。